村里的房屋老旧，良田荒芜，还留在这里的不是孤寡老人，就是留守儿童。小姨回来了。一个哥哥价高了。能走的全走了，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地也荒好久了。这烂摊子，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后悔？我许毅认定的事从来没有干不成的。行了，走吧，直接去祠堂，你二叔在那儿等着你呢。小姨啊，路上累了吧？快喝口水。二叔，太客气了，都是自家人。客气啥？你可是咱们清河村飞出去的金碰花，是咱们村的骄傲，是未来的领路人。行了，都别扯那些没用的了。我提议小易接任组长，你有没有意见？同意，我举双手同意。清北状元当组长，这是给全组长脸呐。那就行。来，小易，给列祖列宗上3炷香，磕3个响头。从今往后，你就是咱们清河村的大当家了。大当家，听起来像土匪头子。你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赶紧的，赶紧把这烂摊子接走。列祖列宗在上，自今日起，晚辈许毅担任组长一位。族内的地，我守；村我救；人我养。主线任务完成，奖励发放：超级生态农场大礼包，寿命加20天。新任务发布，从村民手中获取100亩荒地使用权，建设超级生态农场。任务奖励：新手种子大礼包，寿命加30天。爸，二叔，我需要你们帮我一个忙。你爸都说过了，你要承包荒地，让村民土地入股。这800多亩地的协议我们都签好了，可这么多地怎么种？还种玉米、土豆，那能赚几个钱？小易，不是泼你冷水。你堂哥前几年包了20亩地种菜，忙到脚不沾地，卖菜钱都不够雇短工的，最后菜烂在地里，赔得底儿朝天。可不是嘛！隔壁村里李叔去年种10亩青菜，一场暴雨全淹了，本钱都没捞回。种菜靠天吃饭，又累又不赚钱。我不搞传统种地，我要做科技生态农场，无土栽培，无菌环境，智能管控，不靠天，不靠地，产量翻倍，纯绿色，还能卖高价。听着挺玄乎，我也不懂，但要是真能像你说的那样，二叔支持你，后续跑手续找人手，尽管开口。爸不是反对你干事，你想清楚了就好，爸支持你。主线超级农场建设任务完成，奖励发放：新手种子大礼包，寿命加30天。新任务发布，完成首次播种并收获首批蔬菜。任务奖励：高级种子大礼包，寿命加100天。100天，照这个速度，只要能一直完成任务，这癌症算个屁！小易，你管这叫农场？俺活了50年，从没见过这东西。咱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这，俺的亲娘老子哎！这地下埋的都是管子，那这地咋犁？咋除草？嘿嘿，傻眼了吧？这叫科技种植，这是精准营养供给系统。每一颗种子从种下去的那一刻起，就会有独立的营养供给管道。它们需要什么营养，管道直接供给。超级农场会根据它们的生长需要，控制合适的温度、湿度以及光照。白天有阳光，夜晚有模拟阳光的白炽灯，保证24小时都在生长。这座超级农场之所以是封闭式，就是为了保证无菌环境。这里生长的作物不会生病，不会生虫。走吧，这里是全程智能化控制，不用人管，10天后就可以收获。小易，10天真的能成熟吗？哪有青菜10天就长好的？准备好看看咱们的成果了吗？
好家伙，这简直像画出来的一样，我这50年算白活了。这黄瓜品相绝了，拿到城里去，至少卖个3块钱一斤。这1亩地，怕不是得有大几万斤？1亩地就是10几万块。10几万！还有番茄、白菜、萝卜，这30亩地，我的乖乖，小易，咱们村这是要发大财了呀！以后咱们再也不用靠田吃饭，再也不用愁没钱花了。这就是科技种地嘛，简直是神了！之前我还不信，总觉得种地就得靠力气、靠天，是我老糊涂了。哎，我们终究是老了，跟不上时代了。以后咱们村就全靠你了。二叔，你先别激动，普通蔬菜只是小试牛刀，值钱的菜还在后边呢。帮我把村民都召集起来，下午咱办一个清河村首届丰收品尝大会，让大伙来看看，尝尝咱们自家的蔬菜。这个主意好啊，让大伙亲眼看看，比咱说1万句都管用。这些蔬菜一看品相就跟平时吃的不一样，能吃到这么好的蔬菜，我们有福了。乡亲们，开席了，都入座，准备上菜。这青菜它怎么能这么好吃？别抢，那盘黄瓜给我留一片，就1片。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黄瓜。这个番茄也好吃，就这品相，1斤贵上2、3块，那也得被抢疯了。这么好吃的东西，跟那些蔫了吧唧的菜一个价，怎么觉得有点亏了呢？是啊，城里那些所谓的有机蔬菜，都不止贵了这么点儿。大家说的都对，当然不可能按照普通菜来卖。我看怎么也得卖个10块钱一斤。10块，格局小啊！普通价格的基础上，至少翻10倍。那不是30、40块钱一斤？城里人有钱，但也不是傻子，他们愿意花这么多钱买菜吗？一会儿我就带上一部分样品去市里一趟，我不仅要卖出去，还要让他们抢着来清河村买。城里那些弯弯绕绕，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懂。不过小易，放手去干。唐总，市面上70%的顶级食材都被麒麟阁抢走了。我们要是再没有新的渠道进货，现有的客户可能都维护不住了。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吗？吩咐下去，让采购部的所有人都出去找新渠道，下到乡镇、到村都找找。我这边也想想办法。已经吩咐下去了，今天就有个人要来洽谈供货，应该快到了。只要食材质量上乘，不惜高价拿下。谁啊？清河村蔬菜供应商，进来。马经理，你好，我是清河村的许毅。我听我舅舅说了，清北高材生回村种地的许毅是吧？马经理，你可以先看看我们的蔬菜，我们菜就不用看了。想做我们麒麟阁供货商的人，从这儿能排到东大街。我凭什么要采购你们的蔬菜？马经理，我建议你还是先看看我们的蔬菜。操，哪来的愣头青？一点规矩都不懂吗？拿着你们的菜滚出去！你，马经理，记住你今天的决定，不要后悔。切，什么玩意儿？还后悔？我呸！臭鳖，走吧。小易，那姓马的孙子也太不是个东西。什么云州第一私人餐厅麒麟阁，你要不拦着我，我非抽他丫的！跟那种人生气，不知道麒麟阁是第一，但不是唯一。有时候当不上第一的，反而更渴望机会，也更懂得珍惜机会。走，咱们去天然居。小易，这里比刚才那个地方还讲究，能行吗？行不行，进去不就知道了。你好，我是天然居的采购部经理王珂，许先生是吧？
清北的高材生，久仰大名。王经理，客套话就不多说了，不如先看看我们的东西。许先生，这真的是你种出来的？太好吃了！我以前吃的黄瓜和番茄寡淡无味，简直就是在啃塑料。许先生，我为我刚才的怠慢向您道歉。如此菜品，不知打算如何定价？王经理是行家，您觉得他值什么价？不论品种，50块一斤，如何？60块一斤，这已经是我全县内能给出的最大的诚意了。我勒个乖乖，60块一斤！王经理，格局不妨再打开一点，咱们先不谈钱。我想问王经理你一个问题：天然居一直被麒麟阁压一头，甘心吗？许先生，你……王经理，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些菜整个云州甚至全国只有你们天然居有，麒麟阁还算什么？独家经营权，王经理，先别急着高兴，这一切的前提是你们天然居能吃得下。我能提供的货量很大，大到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件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您稍等，我需要立刻向我们老板汇报。好的。老板，麒麟阁要完了。说清楚，怎么回事？我找到了碾压级品质的蔬菜货源，最关键的是，对方愿意给我们独家。不过对方说货量大到我们不敢想象。我不惜一切代价，稳住他！我10分钟内到。许先生，幸会。唐老板，许先生，你的菜品质无可挑剔，不知你口中所谓的量大，具体能有多大？不多，第一批大概在60吨，之后每10天都可以稳定出这么一轮。60吨，这就是12万斤，10天一轮，真是量大。100块一斤，你这些菜的独家经营权不要了。100块一斤乘以12万斤，1200万，疯了！这个祖宗还真是不简单，年纪轻轻就有这种气质。我们可以签订一个年度采购合同，货款每次收货前结清，你看如何？可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王经理，合同交给财务，1200万货款即刻打款。好的，这就去。许先生，今天我做东，咱们好好庆祝一下。唐老板的好意心领了，村里还有事，我们得尽快赶回去。明天上午你们可以直接派车队进村运菜。对了，车上还有几箱样品，麻烦你派人帮我搬下来吧，就当是我送给唐老板的见面礼。那我就谢谢许先生了。高端餐饮界的天，给便利干部。许毅放着1线城市年薪50万的工作不干，回到家乡种地，果然有2把刷子。许毅癌症晚期，还能活3个月。许毅，怪不得你面对上亿订单风轻云淡，怪不得你拥有不符合年纪的稳重。原来你寿命无几了。他身为清北高材生，本有大好前途，却在得知自己将死后，放弃一切回到那个贫困的家乡。他燃烧自己最后的生命，利用他所学的知识，为清河村的族人谋求一条出路。许烨，原来你经历了这么多事。放心吧，我会尽力帮你了却最后的心愿。回来了！小一组长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签了！年度采购合同签了，首批1200万货款已经到账，咱们清河村要发达了！哈哈哈哈哈！这是真的吗？我们村要发达了！我的天爷呀！1200万啊！我做梦都不敢梦见这么多钱啊！
这冰山女总裁放下往日的冰冷面庞，还真是养眼啊！徐毅，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千万不要跟我客气，我随时都在。我特地带了几十个精战麻利的伙计过来，今天就让他们跟着一起下地，帮忙采摘打包，人多力量大，咱们争取天黑前把所有菜都装上车。不用那么麻烦，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们这儿的采收流程。唐大小姐，你看好了。我还是低估你了，不愧是清北回来的高材生，这样的农场我闻所未闻。这才哪到哪，惊喜还在后边，你就瞧好。怎么了？雨衣，记住我来时跟你说的话，永远有效。我走了。有空常来玩啊！首次播种收获蔬菜任务完成，奖励发放：高级种子大礼包，寿命加100天。新任务发布：修建一条清河村，连通外界的沥青路。任务奖励：解锁超级生态养殖场，寿命加1年。舒服，100天寿命到手。修路、养殖场，是需要好好规划一下了。下一步拿到寿命加1年的奖励。庞总，分店菜单已更新，蔬菜也已发货，但所有分店负责人都质疑定价，联名函已送董事会，周董、吴董就是找您要说法的。这个决定太冒险了，100块1斤的蔬菜，我们做成菜品，定价至少要翻3倍，就算是老客也得掂量掂量。咱们的客群是有钱人，但不是冤大头。周董说的对，西南的分店刚稳住客流，这一涨价，老顾客肯定会流失，到时候营业额暴跌，谁来负责？不能被你的一个决定给毁了。董事会不能让你赌公司未来，要么给出合理的理由，要么暂停，重新审议。周董、吴董，你们来得匆忙，没亲自品鉴清河蔬菜的品质，那是可以碾压所有高端有机蔬菜的品质，相信我们的顾客也会买单。品质再好，顾客不买账有什么用？若因此亏损，谁来承担？责任我承担，1个月为限，总营业额没翻倍，我辞职，个人承担所有损失。不过，若是成功了，我要多拿2层利润。我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哪来的底气，但有人为风险担责，我们就陪你疯一把。达不到目标，就按你的承诺来。放心，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王科，通知所有分店按原计划执行，有任何问题直接找我。是，老板，我这就去办。疯了吧？一份番茄炒蛋卖388，他们家是把番茄种在金矿上了。噱头吧，现在的餐厅就喜欢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天然居也算是云州的老字号高端私人餐厅了，应该不至于这么砸自己招牌。几百块而已，点一份尝尝，名不符志，咱们就网上曝光它。服务员，把这些新品都上一遍。好的，先生，请稍等。兄弟们，一盘番茄炒蛋卖388，凉拌黄瓜和炒青菜也都是288一份。今天来给大家打假。我错了，兄弟们，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番茄，太好吃了，兄弟们，鲜品，绝对是鲜品。兄弟们，我不行了，我以后要怎么面对家里的家常菜啊？哦，我也在天山区杀疯了，你看谁吃谁知道。楼上的，我亲眼看见说一个美女，俺就点了，真的点了。唐总这几天辛苦了，快先坐，先坐。唐总眼光确实准，我们这边所有分店3天营业额翻了3倍不止。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给你说声抱歉。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多出的2成利润别忘了给我补上就行。说说吧，你们这次来到底什么事儿？放心，2成利润只多不少，就是那个下一批清河蔬菜供货能不能提前点？照这个态势发展，我们现有的份额不够用啊。周董，那些蔬菜生长需要时间，我能做的是采摘之后第一时间运输过去，保证按时供货。至于再提前点，这让我很难办。我们这次来就是确定下次的供货时间，好做规划。既然提前不了，能保证按时供货也可以了。希望唐总多上心，一定保证按时供货。吴董放心，这事儿我亲自盯着。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得赶紧回去。老顾客的订餐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许艺，我爱死你了！你知道我现在生意有多火爆吗？预定席位的都排到3000后了，就连之前质疑我的董事会，今天都求着我按时供货。但是，唐大飞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你想想，你的竞争对手会放任你一直疯狂下去吗？小心阴沟里翻船。你说的对，我这就加强对所有分店的管理。那按时供货没问题吧？那必须没问题。我这农场又不靠天吃饭。哎，你就放心吧。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1个小时内知道所有关于清河生态的信息。清河村，清北高材生，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天然居独家供货合作，麒麟阁访客记录。来访单位是清河高科农业有限公司。来访时间5天前，事宜是供应商合作洽谈，结果未采购，接待人采购部经理马东，去把马东给我叫来，现在立刻！舅舅，您找我这么急，出什么事儿了吗？舅舅，你打我干什么？蠢货，自己看！这怎么可能？被你赶走的年轻人，他手里的东西是能决定所有高端餐厅生死的王牌。他第一个找的是我麒麟阁，而你这个只知道吃拿卡药的废物，把他当成了一个要饭的轰了出去，把他亲手推给我们最大的敌人天然居。毁了麒麟阁，你毁了我！我不知道，不，舅舅，我不知道。他穿的那么土，跟个泥腿子一样。闭嘴！我让你有眼无珠，我让你狗仗人势，我让你自作聪明。好了，我错了，我就是错了。叫保安部的人立刻都给我滚下来，把他给我扔出去！从现在开始，他被麒麟阁正式除名了，这辈子都别再让我看到这个蠢货！不，舅舅，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你亲外甥，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舅舅。喂，老张，帮我找几个信得过的人，我要让天然居和清河高科身败名裂。钱总，天然居的营业额每天3倍速度的增长，唐嫣那个女人在董事会里说话硬气得很，周董和吴董都成了她的跟屁虫。仅几天时间，叫许毅的乡巴佬，天然居从一条死狗变成了猛虎。麒麟阁在餐饮界称霸数10年，怎么能输给一个卖菜的？钱总，要不我们也去求那个许毅，花高价买他的菜。那个蠢货把人得罪死，人家现在手里握着独家协议，唐嫣那个疯婆子怎么可能卖给我们？既然我得不到，就谁都别想好过。说，钱总，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好，让他们上来。钱总，老张都跟我们说了，想让我们给那个什么清河蔬菜带节奏。这里是50万定金，我要你们做的很简单，把清河蔬菜打下神坛，告诉全网，清河蔬菜是科技与狠活。
这黄瓜长得跟整容脸似的，确实假。哥，这活儿简单，不就是造谣吗？我们兄妹最擅长。我名下账号100万粉丝，打假我可是专业的。钱总大气，您就瞧好吧。我们兄妹俩在网上的粉丝可都是热心市民，到时候保证让天然居和那个清河村身败名裂。合作愉快，记住，我要他们上热搜，要他们人人喊打。老板，今天的预订又爆满了，客人们都说吃了清河蔬菜，别的菜都索然无味。我看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麒麟阁彻底挤出餐饮界。我总觉得太顺利了，我们的对手最近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像他们的风格。老板，您多虑了，他们那是被打得没脾气了。清河蔬菜的品质碾压任何有机蔬菜，怕什么？希望是我多心吧。许先生也说了，2天后可以供第2批货，都安排好了。好，有许姨做我的后盾，我心里踏实多了。传我的话，加强后厨管理，绝不给任何人留把柄。家人们，这天然居的菜品真不是吹的，这清河生态的黄瓜咬一口嘎嘣脆，清甜爽口，比我吃过的任何黄瓜都好吃。这生菜也太嫩了，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普通生菜的涩味。这清河生态的蔬菜确实名不虚传。等等，你们不觉得这清河生态的蔬菜有点太完美了吗？完美？完美不好吗？不是不好，是完美的不正常。你们看这黄瓜，大小均匀，色泽鲜亮，连个疤都没有。这生菜叶片完整，嫩的能掐出水来，这哪像自然生长的蔬菜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种过菜，自然长的蔬菜多少都会有点瑕疵，不可能这么整齐划一。据我所知，这清河生态的蔬菜从播种到成熟只需要10天。10天？这怎么可能？我种的西红柿从开花到结果都要1个多月呢，这不符合常理啊！这不会是科技鱼狠活吧？这蔬菜长这么快，不会是激素催熟的吧？很有可能。我听说有些不良商家为了让蔬菜快速上市，会用各种激素和添加剂。这清河生态的蔬菜长得这么快，肯定有问题。我靠，这哪是纯绿色蔬菜？要这么说，这不就是毒蔬菜吗？我们吃了会不会有事儿啊？走，找他们要说法，让他们退钱。服务员，你们这菜有问题，是毒蔬菜，我们要退钱，还要赔偿我们的精神损伤。对，无良商家退钱，毒蔬菜赔偿我们的精神损伤。你们这就是欺诈消费者，我们要曝光你。先生，我们的蔬菜都是纯绿色的，绝对没有问题。没问题？你怎么证明？你当我们是傻子吧？叫你们经理来。我就说嘛，这蔬菜长得这么完美，肯定有问题。天然居不是号称高端餐厅吗？居然用毒蔬菜欺骗消费者。唐总，事情就是这样，那帮人拍完视频就直接走了，根本没索要赔偿。我感觉他们不是来吃饭的，更像是特意来拍这段视频的。这明显就是我们的同行搞事情，他们终究还是出手。一哥，出大事了！网上都在骂咱们的菜是毒药，说咱们的菜加了激素和催熟剂。小杨，慌什么？不就是被人骂了？一哥还不慌？这以后咱们的蔬菜还怎么卖啊？别急，让他们再骂会儿。一哥，你是不是早就预料到会这样了？预料之中的事。别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唐嫣，这就是你所谓的王牌。现在好了，全网都在抵制我们，再这样下去，天然居的招牌都要毁在你手里。董事会决定立刻停止使用清河蔬菜，并公开向公众道歉，把责任推给供应商。不行，清河蔬菜绝对没有问题，我不能为了保全自己就出卖合作伙伴。那你想看着公司倒闭吗？给你24小时，如果不能平息舆论，就按董事会的决定执行，到时候你也要承担所有责任。徐一，网上的视频你看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哎呦，我们的唐总也坐不住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嘻嘻哈哈的？别慌，你要知道，坏消息永远比好消息传得快。现在全网都在盯着我们，这是多好的推广机会，能省一大笔广告费。等舆论达到顶点，才是我们反击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反击啊？想击碎质疑，靠嘴用，有用的是权威，绝对权威，不容置疑的科学铁证。
陈教授，这数据是不是仪器出 bug 了？我申请报修。报修？报修什么？这台价值1000万的测谱仪，难道会无缘无故给你跑出这种离谱的数据？可是，这清河蔬菜硒含量是国标的23倍，维生素 C 是42倍，这根本不符合植物生长规律啊！老师 ，A1号设备有一份非常特殊的检测数据，需要您亲自过目。不可能！老师，我们也觉得不可能，但数据重复了3遍，误差率小于1/1000，启动最高规格的验证程序，启用3套设备，3组互不相干的人员，不合数据。我倒要看看，是仪器坏了，还是真出了个农业奇迹？3份报告，数据完美重合，误差率小于1/1000。我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造物。老师，那这份报告我亲自签发，这不仅是科学的胜利，更是我国农业的希望。你的那个小学弟，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喂，陈哥，报告出来了吗？报告的事先别管。徐毅，你老实告诉我，你这菜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陈哥，别着急，慢慢说，我听着呢。我们对你送来的所有样品进行了已知所有种类的农药残留检测，还有重金属铅、汞、有害化学添加剂、催熟剂等都做了检测，结果只有一个未检测出。陈哥，这不是好事吗？你根本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平时说的有机蔬菜，最多也就是低农残，但你这个干净的，根本不像是人类可以种出来的产物。所以你这菜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哦，就在老家盖了个高科技种植大棚，产量不错，销量也还行。你的意思是，这种神物你已经量产了，并且已经上市销售了？清河蔬菜，不知道陈哥你在荆州听说过没？等等，最近在网上很火的那个天价菜，这种农业，你他妈竟然真当白菜卖了！哥哎，我没卖白菜价，我卖的可贵了，真的。那个陈哥先别激动，报告什么时候能发我？我马上给你发邮箱。我要把量产的事儿告诉王院士，先挂了。终于来了。清北联合生物实验室出的检测报告，国内农业生物学领域的泰斗王振国，王院士的亲笔签名，这可不是用钱能买来的。这可是宝贝中宝贝，哪个不长眼的敢质疑我清河蔬菜的品质，我直接拿报告呼他脸上。天然居清河高科，跟我斗，还嫩点儿。这回我看你们还不死，全世界都在抵制你们，看谁还吃清河蔬菜。唐岩，董事会最后通牒：24小时内，如果不能平息舆论，你就必须承担所有责任，公开辞退。我相信许毅，时间还没到，别轻易下结论。我看你就是被那个乡巴佬许毅迷惑了。时间到了，为了保全公司，就只能牺牲你了。许毅，我相信你，你说的子弹应该快飞到了。小一哥，啥指示？乐子，给你个任务，马上注册一个清河高科农业有限公司的官方公众号和官方视频账号。没问题，这个我熟。我等会儿会发给你4份文件的电子版，你用最快的速度把这4份报告的内容给我做成视频，标题就叫清河蔬菜检测报告。做完之后发到官方账号上。收到。哟，这是正做着绿下汤了。数据家里也太夸张了吧？连之前不用过脑子。是 P 的，未检实验室动未检战欠加菜是能随便拿来用的吗？热度上来了就行，会有懂行的人戳破这谣言。家人们，看到没有？那个所谓的报告，绝对是 P 的。这种3岁小孩都不会信的 P 图，也敢拿出来，简直在侮辱我们的智商！我现在就宣布，我这根黄瓜微量元素含量是普通黄瓜的100倍。这报告比我的笑话还假！家人们，这不是扯的吗？清北联合生物实验室农学院院士王振国，完了！我刚才在质疑王院士，在嘲笑清北联合生物。我没看错吧？王振国是我知道的那个王振国院士吗？你这么说啥？这位泰斗，没有第二个王振国是生物跟王院士开玩笑，讲什么？开始了，让舆论逆转吧。
删掉，必须删掉，必须删掉！老板，成了！所有舆论都在翻转，全网都在给咱们道歉，为我们发生的帖子一个个正冲向热搜第一。许先生真是神了！许烨，谢谢你，你又一次救了我。汤总，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听信谣言，怀疑您的眼光。是啊，汤总，那份报告我们都看了，连王院士都背书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们计较。周董、吴董，你们刚才不是还要让我背黑锅，还要开除我吗？那是我们猪油蒙了心，那是我们被网上的信息给忽悠了。唐总，希望你不计前嫌，能继续带领天然居走下去。我做的任何一件事，不管对于天然居还是对于二位董事，问心无愧。可二位每一次的反应真的很令人心寒。为了杜绝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不得不请二位将名下10%的股份转让给我，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拿到1半以上的股份，拥有绝对话语权。当然，二位也可以不签，咱们一拍两散，清河蔬菜也跟天然居就再也没有半点瓜葛。唐总，以后天然居你说了算，希望你能带领我们，带领天然居走得更远。好说，分内之事，定不会让二位董事失望。快看，那个职业打假人，他身份职业水军，有人高梦了和麒麟阁老板钱立群的秘密会面时，原来高端餐饮业的扛把子的麒麟阁，对肝胆细小群众彻底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还说自己是专业的水军，连个偷卖菜的都搞不定，专业个屁！怎么会这样？钱总，各地的分店都没什么生意了，大部分员工都请了假。另外，供应商李总和房东王先生，以及投资麒麟阁的麒麟资本刘经理，都在楼下等你。别急，再给我点时间。你的名声都臭大街了，赶紧还钱！钱总，你再不补齐房租，我可要锁你的大门了。各位，我说句公道话，钱总跟我们合作也不是1天2天了，我们也不是不近人情的人。3天时间，钱总，不管你变卖家产还是别的办法，给大家一个交代，不然我们手段很清楚。徐烨，谢谢你，你又救了我一次。如果没有你，天然居现在可能已经倒闭了，我也成了背锅侠，更别说拿到天然居的绝对话语权。是吗？那你要不要以身相许啊？呵呵，行了，不逗你了。今天来找你是有正事。徐烨难道要直接求婚吗？我危险起对象吗？他要真求婚，我怎么敢呢？唐燕，你相信我吗？敢不敢跟我一起豪赌一把？不是求婚，信，当然信。怎么赌？赌什么？我要你尽你所能的准备好一大笔钱，越快越好，然后跟我走。私奔嘛，也不是不行。呸，唐嫣，你满脑子想的什么？好，等我10分钟。许烨，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当然是让你买下的。让我买下麒麟阁？你开什么玩笑？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那个，我准备的钱可能不够，我给我爸再打个电话。不用，足够了，剩下的交给我。唐嫣，你们来干什么？专门来看我的笑话吗？尽管嘲笑吧。我们没那么无聊，我们来这是跟你谈生意的，是来给你最后的体面。跟我谈生意？我现在的状况你们也清楚，跟我有什么生意在做？收购麒麟阁。你们想收购麒麟阁？没错，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收购麒麟阁旗下所有产业。那就谈谈价格吧。我现在确实需要用钱。1亿折，按照市场价的1亿折。1亿折？你们可真狠啊！钱总，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再拖下去的后果。在餐饮界，能够一口气拿下你所有产业的，除了天然居，没有第二家。而这笔钱也足够你解决眼下的困局。好，我认栽。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位麒麟阁的钱总吗？雨夜，我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还有什么秘密我不知道？真不敢相信，我就这样收购了餐饮界第一霸主麒麟阁。机操物六，我能拿下麒麟阁，全是因你所得，所以我准备给你1半的股份。别，唐大小姐，你知道的，我还得回家种地呢。只拿分红，不干活。唐老板大气，就这么定了。怎么感觉好像被他吃得死死的？
既然已经将麒麟阁收购，那就换个名字吧。清北大才子，给起个名字吧。不如就用我们两个姓氏入名吧。唐雪，你就那么喜欢骑在我上面？不行，这次我在上头，就叫许唐吧。你最好没别的意思。哈哈哈，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要回去种地了，不送。种地，就知道回去种田。我这里的地哪里不好了？喂，陈哥，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徐烨，你小子才1、2天你就又搞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大动静了，现在清河村品牌都火到国外去了。一般。王老得知清河蔬菜量产后，他一刻都等不了，直接拍了板，明天一早就要到清河村了。那我就在清河村恭迎王老驾到。领导，不知道您这次来有什么指示啊？哈哈，小许组长客气了，指示可不敢当。你现在可是咱们河源镇大红人，清北高材生，科技兴农，网络逆袭，打脸黑心企业，哪一件不是轰动全国的事儿？领导，您别打趣我了，我就是在大城市混不下，回老家种地了，好不容易种点菜，还被黑心企业打压，我可是弱势群体啊。小许组长不用谦虚，你的事已经惊动了高层，王老带队考察团已经在路上了，你倒是坐得住。我来就是跟你商量考察的事。这是怕我不配合吗？怎么会？那可是王老王院士。领导，一切听您安排，清河村随时恭候。许组长不愧是农民的企业家，气度非凡，希望考察团能够满载而归，我对上边也好有个交代。行了，不打扰你了，明天一早我带考察团来。满载而归，我怕他们看懂了也学不会。好，随时恭候。终于有时间看看农场里的高级货了，不错，再过段时间就成熟了，重头戏来了。天然居加上许唐，不知道吃不吃得下这么大体量，需要问下唐大美女。哟，许大董事终于想起我了。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忙着办理收购麒麟阁，重新装修各个分店，腿都跑断了。我给你做个全身按摩好不好？放松放松，我手法可是专业的。讲得美，说吧，到底什么事儿？我这里又有了新鲜玩意儿，正想邀请你来参观呢。哦，说说看。我家的狸花猫会后空翻，你要不要来看？念你的鬼话！我一会儿就到，等着我。一哥，有什么安排？你帮我召集一下全村的人，1个小时后咱们开个会。好嘞，我这就去办。任务：修建一条清河村连通外界的沥青路。任务奖励：解锁超级生态养殖场，寿命加1年。路要修，养殖场也要建，完整的农业生态链，光有素食可不行，餐桌上离不开肉、蛋、奶。超级畜牧养殖场简介描述：集基因优化、自动化饲养环境模拟、疫病根除于一体的养殖场地，可实现对肉、蛋、奶等畜牧产品品质的精准定制，售价1亿人民币每亩。1个亿，系统你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啊！超级营养饲料配方解锁描述：根据不同畜牧种类，提供最优化的能量转化饲料配方，可直接在商城购买成品，或购买配方自行生产。售价：成品10万元每吨，配方购买1亿人民币每份。还真是一步一个坎啊！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还是先要把路修好。要想富，先修路。这条路严重影响了支付效率，重型货车不好进出，该怎么下手呢？对啊，可以问问这位美女总裁啊，她的圈子广。小心点，这路不平，走，去里边坐。唐大美女，你看这新鲜玩意儿怎么样？丹葵、冬蓉、白芦笋、芷橙，天啊！许烨，你把这些都种出来了？不仅种出来了，而且很快就成熟。你看这些数据，产量是多少？山葵1个月大概能出10吨，白芦笋30吨左右，芷橙
也差不多30吨。至于松茸，这个产量稍微低，也就2吨。天然居加上许糖，吃得下吗？高端食材有时候都是论克买的，你倒几吨几吨的来，我们这些店加在一起也吃不下。不过圈里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大佬，他们有的还做国际市场，吃下这么多量，问题不大，我帮你联系。这个不着急，成熟还要一段时间。你帮我邀请一下大佬们。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请教你，我准备修一条从清河村直通国道的高标准沥青路，我该从哪下手？你先告诉我，你是心血来潮，还是非干不可？非干不可！修路这种事，钱只是敲门砖，真正难是后面的那些人情世故和利益纠葛，是审批流程，是看不见的壁垒和规则。许烨，你记得，能用钱和规则解决的，千万别碰人情。嫂子好，别瞎喊，这是天然居的唐爷唐总。那个一哥，村民召集完了，就等你过去了。那个，这是我堂弟许阳。你们先去忙吧，不用管我。行，我去就回。乡亲们，我有2件事要告诉大家。第一，领导和镇上的领导们明天要带专家团来考察。快，都别愣着了，赶紧大扫除村口那条路，赶紧找人拿铁锹垫一垫，不能让领导的车陷进去。横幅得赶紧去镇上做个横幅挂起来，热烈欢迎考察团莅临指导。还有茶叶得去买好的，烟也是得把村里最干净的几户人家找出来，提前打好招呼，万一领导要加访了。都给我站住！横幅不用挂，好烟好茶更不用买。小叶，这不合适吧？咱们总得有点表示。人家想看的不是我们挂了多红的横幅，准备了多好的茶水，而是清河村怎么种的菜，什么都不用刻意准备。大家唯一要做的就是通知下去，让各家各户把自家门前屋后的卫生打理干净就行。记住，保持常态，剩下的交给我。好，听小易的。第2件事儿，我决定修路，从咱们村口修一条直通国道的双向4车道，高标准沥青路。我的目标可不仅仅是让大家吃饱穿暖，而是要把清河村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最宜居的现代化新农村，让所有走出去的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小易，这想法是好的，可修路那得花多少钱啊？钱的事先不说，就那手续，我的乖乖，那得跑多少个部门，要盖多少个章，哪个都不是咱们能说上话的呀。以前镇里说要修，说了10几年了，最后不还是没动静？以前是咱们穷，没钱修不起路，现在钱已经不是问题，但我们面临着一个更核心的难题，我们严重缺乏人才，缺乏懂得现代化管理的运营人才，缺乏懂得市场营销的销售人才，更缺乏掌握各种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路可以花钱请工程队来修，但未来的清河村，未来的清河集团，谁来管理？谁来建设？缺人，把咱们清河村的娃全都给叫回来。对，把娃们都叫回来。我家那小子学土木工程的，正好修路用得上。我还要我女儿学财务的，回来当会计，管账。给外人打工，不如回家当主人。快来尝尝本大小姐亲手给你煲的老火靓汤，趁热喝。好喝，没想到你还会这一手。没想到吧？我可是在市里厨艺大赛得过冠军的。你慢慢喝，我看着你喝完，我再走。秀色可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徐烨，你要照顾好自己啊，争取活得久一些。明天镇上的领导带着专家团来考察，你说我要不要趁机提一下修路的事，趁机要一些支持？不用，明天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展示肌肉。
把你的超级农场，把你那些逆天的蔬菜，把你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一样一样的结结实实，狠狠砸在他的脸上。他肯定想抓住在任期间最牛逼、最亮眼的一笔政治投资。他一定会问你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到那个时候，我再把修路的事儿当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麻烦提出来。漂亮，庞大美女不愧是商业奇才。你也不差，清北高材生一点就通。天色也不早了，要不要留下来住？我们促膝长谈。想什么呢？本小姐从小锦衣玉食，先把你家的土坯盖成别墅再说吧。走了，不用送。登徒子，身体虚弱还想着这事，你要是无病无灾，也不是不可以。不就是别墅吗？我不但自己盖，我还要把全村的房子都建成别墅。王老您好，你就是许毅同志吧？王老您好，我是许毅。好啊，比照片上看着更精神。是啊，王老，许毅年轻有为，成绩我们都看在眼里，真是英雄出少年。场面话就不说了。许毅同志，我这次来不为别的，只为看你的地。咱们现在立刻就去地里看看。我这一路心早就飞到你农场了，一刻都等不了。王老，各位这边请。啊。哦，小心！对，一切都不对，这完全颠覆了现有的农业理论。大型机痕迹呢？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的车辙印全都没有。灌溉系统、喷雾头滴灌的、隐藏管道、温度湿度精准的离谱。王老，您慢点，别说话。这是王老，您的手。别打扰王老。原来如此，灌溉、施肥、调温全靠这套地下管道。果然，分区环境模拟，独立的微气候生态系统。我一辈子想让作物适应环境，它直接创造环境了。这个农场造价很贵吧？也还好，只是无法推广。哪怕无法复制推广，它也是农业未来的灯塔。好啊，小伙子，你让我看到了农业的未来。小许组长，清河村下一步是不是要扩建超级农场，让全国人民都能尽快吃上清河蔬菜？扩建农场，暂时不打算。下一步，我准备搞一个科技养。小许组长，你没开玩笑吧？蔬菜生意正火，全世界都盯着呢，怎么突然要搞养殖？大家能接受我用科技种菜，为什么不能接受用科技养殖？既然我能用科技创造完美的植物生长环境，为什么不能创造完美的动物生长环境？好思路！我们一直是让植物、动物适应环境，而你直接创造合适的环境给到动植物，让它们肆无忌惮的成长。格局，这才是真正的格局。清河村不虚此行，回去我亲自打报告，联合老友为清河村争取全国现代化农业综合改革示范点的牌子。国家级，这金字招牌含金量可是极高。清河村要是获评，将获得无数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全镇都跟着沾光，更是了不起的政绩。小许同志，好好干，国家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许毅啊，真是没想到咱们河源镇能出你这么个人才。领导，您这话说的，我可是一直都在为咱们河源镇的发展贡献力量了。对，是我表达不准确，
你今天可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啊！这么好的项目，这么先进的技术，能够落户在河源镇，是我们河源镇天大的福气。领导，您再夸我，我尾巴可就翘天上去了。不要有任何顾虑，镇里能给的，我今天当场拍板；镇里不能给的，我豁出这张老脸给你们争取。机会来了，只要是为了清河村的发展，有什么需求和困难，尽管提。领导，困难吗？确实有一个，但说无妨，就是我们村通往外面的这条路。这条路确实该修了，太不像话。回去我立刻立项，按镇里村村通最高标准，给清河村修一条水泥路。领导，感谢您的关心，但我们不想修水泥路，我们想一步到位，修一条双向4车道，能通重型货车，直通国道的高规格沥青路。修路的钱我们清河村自己出，不需要镇里掏1分钱，只希望规划和审批流程上能给村里行个方便。小许组长，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从清河村到国道少说10几公里，按你说的标准，这笔投资可不是小数目。你们村真有这个实力？我确定。既然你这么有魄力，我也绝不能落后了。给我3天时间，就算踏破县里市的大门，我也把这事儿给你办妥。领导，我代表全体清河村民，谢谢你。小许组长，好消息，修路的全部审批手续我全给你办下来了。这位是县城建集团总工周毅，县里最好的道路施工单位，专门来对接修路事宜。许组长久仰，周总辛苦您了。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你们修路全额自筹，县里也不能袖手旁观，特意审批清河高科农业发展公司，头3年税收全免，后续2年税收减半。领导，太感谢您了，您为我们争取到这么大的支持。清河村要是干不出名堂，我都没脸见你。好，我就等着看清河村的惊喜。接下来你和周总对接修路细节，我这3天跑前跑后，可得回去歇歇了。领导辛苦了，我送送你。不用，你们忙正事儿。请坐。周总，这一路辛苦了。小许组长客气。未来的全国现代化农业综合改革示范点，自己掏钱修了高规格沥青路，这哪里是小山村的组长，分明是真金白银的财神爷。修路我是外行，你们是专家，具体怎么修，花多少钱，需要多久，你们拿出最专业、最高效的方案，我们全力配合。好，小许组长是个爽快人。所有人带上设备，出发！1米1米的测，所有地质、水文、坡度数据全都要。从村口到国道直线距离12公里，结合山体走势与工程难度，最优路线全长14.3公里，按双向4车道，可通行重型货车的高标准，需大量土方开挖回填，部分路段要架小桥为护坡，工程量极大。综合材料、人工、机械损耗与管理成本，最终建议方案总造价1.2亿，预估工期5个月。我的乖乖，1.2亿！这个价格远超普通村路预算，对方不会直接拒绝吧？咱1分钱1分货，100年大计，质量为本。可以，价格没问题。1.2亿，连价都不还，这也太爽了。方案和钱都没问题，但我还有一个小小要求。小许组长，方案与报价您都看过了，1.2亿，工期5个月，这是行业内最优标准。方案和价格我没意见，就是这个工期能不能再快一点？小许组长，14公里高标准沥青路，含桥梁涵洞，土方量巨大，5个月已经是行业神速。强行压缩工期，需要成倍增加人力与设备，多段同步施工，成本会暴涨。我不懂工程，我只问2个问题：最快多久？需要多少钱？小许组长，极限速度3个月，但总造价要在1.2亿基础上增加6000万赶工费，最终总价1.8亿，这个足以劝退很多人了。6000万一家，足够在县城盖一栋楼了。好，1.8亿，3个月。周总，准备合同。就同意了，连价都不还一下的吗？那可是足足6000万的溢价，不是6000块啊！小许组长，您确定是1.8亿？我确定，要快。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徐烨，我把高端餐饮界的顶级大佬都给你请来了。
快我！几位远道而来，辛苦了，条件简陋，里面坐吧。小许组长，我们都是爽快人，就不绕弯子了。我们都是为你的清河蔬菜而来，价格在唐总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加30%。合同一次性签5年，货款我们可以预付3年。赵总说的是我们共同的意思。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调动全国最顶级的冷链物流，保证清河的蔬菜采摘后6小时内出现在任何一家顶级餐厅的后厨。3位老总的好意我心领了，做生意讲究一个信字，我和唐总的合同已经签了，白纸黑字，我也只能说声抱歉。小许组长大格局，我见过太多背信弃义，放弃如此触手可及的巨大利益的，倒很少见。陈先生谬赞，我把菜卖给唐总，菜就是他的。至于他是全部自己用，还是匀一些给几位老总，拓展一下人脉，那就是你们之间的事儿了。我一个种地的，可管不着。小许组长真是个有意思的人，很对我脾气。一哥、嫂子，各位老板，东西都在这儿了，刚采摘下来的，绝对新鲜。山葵，而且是无可挑剔的高品质山葵。老顾，你家御膳房要是用上这个现磨的山葵，边上那家天天拿米奇奇3星压你一头的死对手，拿什么跟你家争？白芦笋，这品相比我特地空运回来的顶级货还要好上不止一个档次。纸成极品，这果肉的饱满度和香气简直是前所未见。顶级品质的松茸，来之前唐丫头说过，每个月10吨山葵、30吨白芦笋和30吨纸成，还有2吨松茸，那就谈谈价格吧。这些东西我全要了，1个月3亿，合同签多久都行，我可以按年一次性付清全款。1个月我出5亿，我承诺5年内清河2字会成为全球顶级食材的代名词。顾总，你是在打发叫花子吗？我出10亿，这可是国际市场大佬的实力吗？我还真是小巫见大巫啊！3位老板和气生财，唐总是我在云州第一个朋友，所以每个月的产量他占1成，剩下的9成，每1成1亿。3位老板都是远道而来的贵客，一人3成，大家交个朋友，一起发财，如何？生意到我们这个层次，争的不是钱，是格局。小许组长的格局，我顾某服了。顾总说的对，小许组长或许不知道我们争的是什么。在国外，我们的餐馆都是被排挤、被打压的，我们争的是谁能率先为我华夏争一口气。是啊，不过有了这批顶级食材，我们反击的号角就要打响了。3位老板的格局才是真的大，放心，这些顶级食材只是开始，惊喜还在后面。我一定尽我所能，将3位送上国际餐饮的头把交椅。昨晚在私人俱乐部尝到清河白芦笋，无可挑剔，完美的艺术品。清河村的松茸是自然奇迹，唯一缺点供应量太稀少。清河拿下一批优先权，爱全球采购顾问。丽阳，真的是那个丽阳，我男神，他也在吃我们的清河菜。皇上的看清楚，他不是在吃我们的清河芦笋。这叫什么？这就叫文化输出。一想到有个欧罗巴老贵族因为吃不到我们村里的菜而发愁，我就忍不住想笑。修建一条清河村连通外界的沥青路任务完成，奖励发放：解锁超级生态养殖场，寿命加1年。新任务发布：建设超级生态养殖场，任务奖励：解锁超级营养饲料配方，寿命加10年。与你们，系统你终于大方一次。现在资金已到位，就差用地审批了。稀客啊，我们的小许组长今天吹的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领导，看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来向您汇报工作了。请坐。说吧，无事不登3宝殿，你小子今天专程跑我这一趟，肯定有事儿。领导火眼金睛，什么都瞒不过你。是这样，我们清河村想搞个养殖场，这审批流程就这事儿，你怕是不知道。上次王院士来考察，临走时给上头都打过招呼了。清河村的新项目将会一路开绿灯。不愧是王老，什么事都比我们多想几步。行了，小许组长，剩下的事儿交给我，我再跑一趟县里，你就等我消息吧。领导，谢谢您，那就麻烦了。超级畜牧养殖场简介描述及基因优化
自动化饲养环境模拟，疫病根除于一体的养殖场地，可实现对肉、蛋、奶等畜牧产品品质的精准定制，售价1亿人民币每亩，请确认购买数量。请选择建设地点，选址成功，地块坐标已锁定，请于1小时内完成资金支付，否则订单将自动作废。选址成功，地块坐标已锁定，资金到账确认，超级畜牧养殖场建设程序已激活，专属施工工程队已派发，将在24小时内抵达项目所在地，7天内完成建设。搞定！超级养殖场，你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许组长，您这么快联系我，是不是养殖场那边有好消息了？赵总，你这情报网都铺到我们村口了，我这地基可都还没铲平呢。老弟，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圈子里的定海神针，说吧，是不是准备对高端肉食市场动手了？对，我需要采购一批顶级的种树，华西牛、刀郎羊，还有大维子猪，想问问您那边有没有门路？你这电话可真是打对人了，直接说要多少，什么时候，价格一个字都别提，我来谈，保证给你弄到他们压箱底的宝贝。那就拜托赵总了。养殖场这边大概还有5天完工，定在6日后吧。至于数量，我稍晚点给。建设超级生态养殖场任务完成，奖励发放：解锁超级营养饲料配方，寿命加10年。描述：根据不同畜牧种类，提供最优化的能量转化饲料配方，可直接在商城购买成品，或购买配方自行生产。售价：成品10万元每吨，配方购买1亿人民币每份，资金到账确认。超级饲料已在养殖场内，随时可以取用。新任务发布：将清河村建设成为桃源乡。桃源乡建设需求资金50亿，任务奖励：解锁成就奖励，寿命加50年。桃源乡50年50亿，唉，挣的再多也不够花呀。领导，欢迎莅临清河村指导工作。应该是来学习才对。小许组长好福气，到时候别忘了叫我喝喜酒。一定一定。小许组长，赵总，您怎么亲自送货来了？嗨，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不亲自来盯着吗？华西牛1400头，大维子猪2000只，刀郎羊2800只，你要的种畜全在这里了，只多不少。小许组长，你这个养殖场占地只有10亩，怎么就购入了这么多的牲畜？各位，眼见为实，咱们一起见证清河村的养殖场有什么不一样。赵总，麻烦让司机师傅们配合一下，从头车开始，1到10号车开到养殖场东侧1号入口，后面的车原地待命。倒车请注意。
至少有1000头了吧？我看不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养殖场里面的空间有那么大？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好，好，好。我的天！快看，篮子里有牛。这还是刚才那头牛吗？这是怎么回事？所有牲畜在进入隔间前，都会经过一个全自动的清洁通道，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消毒和烘干。那他们为什么这么乖？就算是清洗干净了，也不可能这么安静吧？跟听懂了命令似的。因为每一个隔间都内置了微型环境舒缓系统，能释放一种特殊声波，让它在最短时间内消除疲劳，身心达到最放松的状态。而且隔间是单向透视，并完全隔音，他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动静。快看墙上，这是智能肌肉活化系统，能刺激他们全身肌肉的深层发育，促进脂肪在肌肉纤维间形成最均匀、最完美的雪花纹理。嘿嘿，我这视频发出去，妥妥是上热搜。我们这次养殖场又要上新闻了。上不上新闻不要紧，咱们清河村肯定是要发财了。哈哈哈哈！徐老弟，今天这一趟值了，我现在对你已经有了近乎盲目的信心。匪夷所思，太匪夷所思了！我毫不怀疑，从这里出去的肉会成为富豪餐桌上最顶级的奢侈品，没有之一。老弟，别的话不多说了，价格你开，有多少我要多少。老赵，你这就没意思了啊！几位老哥，放心，都有。等第一批产品出来，肯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谁的份子也少不了。我刚加完班，在地铁上喝着冷水，吃着面包，你就给我看这个？前面的兄弟别说了，我准备明天继续搬砖，看到这头猪，我哭了。破防了，家人们，我真的破防了！我活了半辈子，别说自动按摩了，连个给我捏脚的人都没有。我靠，那猪食里我好像看到了苏露和杨子。羊饲料里有蓝莓和枸杞，我平时泡水都舍不得放这么多。完了，这下全国人民都知道我活得不如一头猪了。连猪都能天天这般享受，我这个当老板的起早贪黑跟牛马似的，哎，命苦啊！喂，你好，是小许组长吗？王院士，哈哈，记性不错嘛。我还在想你会不会把我这个老头子给忘了呢？哪能啊，王老您说笑了。您这时候电话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没事儿就不能给你这个大忙人打电话了。我这还以为你小子要先稳扎稳打，没想到啊，我这才回去几天，你那边连猪都吐成干尖，享受按摩了。王老，您也看到网上的新闻了？何止是看到了，我那几个老伙计天天在群里转你那个视频，说要组团来你们清河村参观，亲眼看看究竟是人过得好，还是你养的猪过得好。那必须随时欢迎啊！欢迎各位专家来我们这儿指导工作。指导可谈不上，我们是来开眼界的。不过这次给你打电话，主要是为了另一件正事。您请讲。你那个养殖场的新闻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负面舆论说你们是在哗众取宠，胡乱烧钱。可我们都没想到啊！上面有位一直很关注农业科技发展的领导，不但没觉得你们夸张，反而非常欣赏，专门开会提了这件事儿。原话是这么说的：农业现代化就要敢颠覆传统，敢把科技用到位，清河村年轻人搞得好，并在当场拍板。全国现代化农业综合改革示范点，领导直接批了，文件马上下来。小许组长，提前恭喜你了！从现在开始，你们清河村就是名正言顺的国家队了，以后要扛起的责任可就更重了。
王老您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国家的信任和您的期望。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过几天我带人过去，随时恭候您的大驾。国家队不枉费这3个多月我这么拼命。3个多月，许毅，你这个傻瓜！你以为你假装轻松我就看不出来吗？许先生，幸会。唐老板，许毅，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等舆论达到顶点，才是我们反击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反击啊？成了，所有舆论都在翻转，全网都在给咱们道歉。许毅，谢谢你又一次救了。好喝，没想到吧？我可是在市里厨艺大赛得过冠军的。是吗？那你要不要以身相许？行了，不逗你了。许毅，我把高端餐饮界的顶级大佬都给你请来了，快我！只拿分红，不干活。唐老板大气，就这么定了。你明知自己只剩3个月的，却一次次救我于水火，拼命为清河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那，你能不能再为我创造最后一个奇迹？王珂，送我去清河村。许毅，无论如何，我都要见你最后一面。唐大美女，怎么了？你怎么大半夜来了？许毅，我不要你离开。那个，赵老板又要麻烦你了。哎呦，徐老弟，你要我老赵能办到的，上刀山下火海，绝无二话。刀郎羊和大围子猪的幼崽数量跟上次一样，10天后能送到村里来吗？10天后要出栏了？别说10天后，您就是要我明天给你送过去都行，我的份额一定给我留好。不是癌症晚期吗？这哪里是快死了，这是快把我弄死了。第一批出栏大围子猪共计1990头，刀郎羊共计2790只。这一批依旧按照蔬菜的份额来分，如何？徐老弟，数量和份额我们都没问题。那么，不知道这批货大概什么价格呢？按只卖，每只的价格100万。许毅，这个价格贵吗？咱们可以算一笔账，大围子猪出栏均重400斤，折算下来1斤不过2500。刀羊轻一些，出栏均重200斤，算下来1斤也就是5000块。你们觉得这肉配不上这个价格吗？你小子是真敢开牙呀！不过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儿，不就是2500一斤的猪肉，5000一斤的羊肉吗？都不是事儿。不错，等我转手做成上万的菜，你信不信？那些国外的土豪还得排着队上门来求我。我的客户只在乎2件事：第一，东西是不是绝无仅有；第二，东西是不是只有他们那一小撮人才能享用。100万的价格正好。凭清河村3个字，值这个价。你们3个都同意了，我要是再讲价，反倒显得格局小。徐老弟，合同赶紧拿来，签完咱们去养殖场拉货。我已经迫不及待去宰那些国外的土豪了。好戏现在才开场。这猪极品啊！哈哈哈哈哈！徐老弟真是惊喜不断啊！哈哈哈！搞定，收工。各位，货已经交接完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路边较大，维子猪、刀郎羊，该叫开放国际购买。愿付任何价。 I'm going to 杀出 over and 文化输出赢麻了。没想到这把火都烧到国外去了。所有产品均已交付完毕，后续相关销售事宜，请直接咨询我们的合作伙伴。许毅，本姑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要宣布，你最好放下手里所有的事，认真听。哟，听这动静，是把印钞机搬回家了？印钞机？那破玩意儿能有你女朋友我来钱快？行行行，唐总威武，赶紧说。我和顾总他们一起把一只刀郎羊送到了国外一个顶级私人俱乐部，搞了个内部拍卖。然后呢？你猜，就那么一只清河羊，最后拍出了个什么价？150万！这个价不错，你们还挺会玩。是美元。厉害，厉害！你们的刀磨得够快。不过这批猪羊动静看着大，其实也就是个开胃菜，给大伙儿先垫垫肚子。你管这叫开胃菜？因为那张真正能把天彻底炸开的王炸，咱们还没上桌呢。王炸？一只羊卖出这么个天价，还不是王炸？你再仔细想想，咱们第一批入栏的牲畜，总共是几种？有猪、大围子猪，还有羊、刀郎羊，还有牛，还有牛！我的天，我怎么把牛给忘了？养殖场里占最大面积的是牛啊！猪圈、羊圈才3成，剩下全是牛舍。那牛，他们将来……现在知道什么叫网炸了吧？猪羊赚钱，但跟牛比起来远远不及。牛肉和猪羊肉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牛肉是全球食物链顶端的硬通货，是顶级富豪餐桌上的皇冠。猪羊100万一只，华西牛2000斤一头，按刀郎羊1斤5000算，一头就是1000万。国外神户牛肉、和牛动辄数千上万一斤，而咱们的华西牛培育后品质只会更逆天。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牛肉之王。徐老弟果然还有惊喜在，明人不说暗话。今天我们都是冲着清河牛来的。你给我们交个底，这牛你打算怎么定价？不愧商界精英，几位老板闻着味儿就来了。这价格嘛，可能会比你们预想的还要高上那么一点点。高点怕什么？只要东西对，价格就不是事儿。1万1斤，也没高的离谱。对了，忘了说个小事，咱们清河村的牛出栏体重是2500斤，也就是说，一头牛的价格是2500万。我靠，我明白了，徐老弟，你这个人太不厚道了，这么逗我们玩。我现在才反应过来，出栏体重那不是越重越好吗？越重就代表着这肉越多啊。这下几位老哥没问题了吧？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刚才是被2500万一头牛给吓着了。如果我没猜错，徐老弟，你已经把牛肉的检测报告发出去了。这东西一旦上市，什么狗皮和牛，什么安格斯，全都得给我滚去第2梯队。世界顶级牛肉的宝座要换你清河村来做了。徐老弟，有你这些菜和肉在，我们几个走上国际餐饮头把交易的位置指日可待。那我在此先提前恭贺各位。说的不错，吃了清河牛，方知世上再无牛。赵总，不好了，咱们库里那批顶级的字母 M12和牛，价格已经砍了1半了，还是没人买。没人买就撤了呗，那玩意儿以后上不了咱们的台面了。喂，领导。领导，您要多少？不是我要，而且具体要多少，还需要进一步等通知。领导，这是……别问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事儿跟国礼清单有关，你自己掂量掂量。徐老弟，我的亲弟弟，我的爷！赵老哥，你这是干嘛？什么事儿？至于这么激动吗？我跟你说，徐老弟，咱们这次直接一步登天了！登天？什么说法？赵老哥，你说明白点。
咱们的清河牛肉被选进今年的国礼清单了。消息确定吗？废话，我骗谁也不会骗你啊！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确实很意外。我就知道，终于让我震惊你一把了，哈哈哈。王老你好。小许同志啊，这几天等急了吧？没，知道您和各位领导都忙，我们这边不着急。不像我这边那几个老家伙，天天催我，问什么时候能到你们那儿去开开眼界的呢？随时可以啊，一直盼着您来呢。好，我们3天后就到。另外，把这块全国现代化农业综合改革示范点的牌子给你送过去。王老，太感谢您了，我们一定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你们的到来。好，那就这么说定了，3天后见。二叔，都听清了？清楚了。3天，就3天了，得赶紧准备吹唢呐的、敲锣打鼓的，对，还得有红毯，要从村口一直铺到养殖场门口。小许组长，全国现代化农业综合改革示范点的牌子，你们清河村已经拿到了，这次可是给我们河源镇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啊！领导，您别激动，慢慢说。我能不激动吗？我已经接到消息，3天后在你们村搞授牌仪式，你小子给我把准备工作做足了，可不能给咱们河源镇丢脸。您放心，保证办得妥妥当当。好，我也去准备了。这块地毯有褶皱，快拉直了。柱子家的，门口破3轮挪进去，挡道了。领导，怎么这么早？心里有事睡不着，早点来盯着。布置的庄重，又不失喜庆，很好。领导，您来的太早了，辛苦了。不辛苦，为人民服务。小子，给我交个底儿，今天不会出岔子吧？您还不信我？也就你小子，看到你，我这颗悬着的心稍微落回肚子里一点。放心吧，领导，出不了岔子。到现在都跟做梦一样，国家级示范点干大半辈子，做梦都不敢想这荣誉能落河源镇。领导，这只是开始。你小子口气不小，不过我喜欢。河源镇干部都像你这样，还愁发展不起来？都精神点儿，上电视的笑得真诚，别比哭还难看。各位领导、专家，这位就是河源镇最年轻、最有魄力的组长清河村许毅。刘思，你好，很年轻，比我想象的还年轻，敢想敢干，还真干成了，了不起！领导过奖，只是做了些微不足道的探索。同志们、乡亲们，今天从荆州来，只为一件事，为清河村的开拓精神与卓越成就送上国家的肯定。经过部里研究并报批，我们决定授予清河村全国现代化农业综合改革试点点荣誉称号，授牌。列祖列宗在上，咱村出息了。不仅是一块牌子，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期待，一定不负所托。仪式结束，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有幸参观你们全国闻名的现代化农场和养殖场了？二叔，你先把咱村这宝贝供起来，回头找个最显眼的地方挂上，我带领导们去看看咱们村的成果。啊！都愣着干啥？还不快去收拾出来个地方？这可是国家级的宝贝，咱村的传村宝，千万别磕着碰着了。魏国叔也太可爱了。这次的新闻可是又给咱们清河村好好打了个广告。是啊，你又给清河村创造了一个奇迹。要不要歇一段时间？身体要紧。我没事，这才哪到哪，我还有一件更大的事要赶紧办了。什么？你说你要在荒地上盖房？不行，绝对不行！耕地是国家对土地的管理红线，谁碰谁死。我们村后头大部分是产出极低的荒坡和劣地，放在那儿不也是浪费吗？荒坡劣地也不行，只要属于农用地，性质就不能轻易变更。你想把农用地转为住宅建设用地，需要对清河村的村庄规划进行整体修编。村庄规划修编？对，不是写个申请批个条子那么简单，涉及到整村搬迁和土地性质重大调整。这个规划的调整最终还需要上报到市里。领导，这个流程听起来就不是我这个小组长能推动的，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不就是您吗？好你个许毅，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小子是又把我当成你的办公室主任使唤了啊？哪能啊！您是咱们清河村的总设计师，我这就是个施工队长，没有您帮忙，我上哪建设养殖场去啊？行了行了，你那套高帽子就收起来吧，申请我来写，批不批可就不是我说了算了。您如实向上汇报就行，我们村的情况您都了解。说真来个什么大领导，我们连个像样的接待处都没有。我知道了，我明天就把申请递上去。小易，这么晚了，把我们2个老家伙叫过来，是有啥大事要说？我想跟你们聊聊，给咱们整个清河村搬个家的事情。你小子说啥胡话呢？喝多了搬家？小易，这是啥意思？咱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怎么能说搬就搬呢？二叔，你先顺顺气儿。我知道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疯狂，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咱们现在的清河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东一家西一户，房子都是10几20几年前随便搭的，别说规划了，连村道都窄得要命。以前咱们穷没得选，现在呢？现在不一样了，咱们不缺钱。那现在住的这地方配得上清河的名声吗？哪天真来了个外国的大记者，想拍拍咱们这个创造神话的村子，结果镜头一转，拍到咱们这泥巴路、这破房子、这乱拉的电线，改造不是不行，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想的才是另起炉灶，白墙带瓦，小桥流水，家家户户都是带院子的新房子，出门就是干净的青石板路，车能直接开到家门口。村里有统一的排污系统，有活动中心，有给娃们玩的地方。那感情好啊，好是好，可这应该需要不少钱吧？钱的事先不说，地呢虽然荒地很多，可那也是农用地。老许同志问到点子上了，关于土地规划和审批手续的问题，镇上的领导明天就会把申请递上去，等到市里审批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干了。你说的都是真的？相信过不了多久，区域发展规划署的人就会核实情况，我也要准备一些资料应对一下。必须得搬！咱们村现在是什么身份？国际知名村庄，还住那破烂房子，像话吗？不像话！祖宗的地，是祖宗的地，可祖宗要是知道后辈能让全村人都住上画里一样的新房子，过上神仙般的日子，怕不是要从地底下爬出来。那几个人看着好面生，不像咱们镇上的干部，扛着尺子拿着图，这是要干啥？梁弟呀，是规划署的同志吧？一路辛苦了。你就是许毅组长吧？我是区域发展规划署张成，这2位是我们局里的技术骨干，小郭、小王。你们好，欢迎欢迎。许组长，客套话咱们就不多说了。来之前，县领导亲自给我们局长打了电话，今天一早局里还紧急开了个短会。清河村的未来发展是县里的头等大事，这次的村庄规划修编必须全力配合，特事特办。许组长，我们先对一下基本情况，然后实地勘察。您有什么想法，咱们路上聊。行，那就辛苦几位了，咱们直接去现场。好。许组长，新村的选址就在这儿。对，就是这片坡地。这片地，我们村10几代人都没能把它伺候明白，产出太低，常年荒着也是浪费。与其让它长草，不如盖成新房子。这片地性质确实大部分是劣质旱地和未利用地，夹杂少量林地。如果进行规划修边，操作空间比动基本农田大太多了。地势南高北低，向阳，采光一流，坡度也缓，很适合做阶梯式建筑布局，能做出层次感。背后靠山，前面俯瞰老村和清河大道，位置上也说得过去。主要问题是配套，水电、路、排污这4样都要重新设计，工程量可不小。钱不是问题，这些配套工程我们村里自己解决，不给县里添1分钱麻烦。只要规划能批下来，我们有信心把这里建成全县乃至全市最好的新农村。小王，干啥呢？
这是又要搞啥大工程了？看那架势是在量地呀！乖乖，难道那片破地要被征收了？想啥呢？那破地白给你都要不了。魏国叔，你给透个底儿呗。组长这又是要干啥大事啊？这个嘛，是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许组长，基本情况我们都掌握了。回去之后，我们立刻成立专项小组，根据今天的勘测数据和您的想法，尽快拿出初步规划草案。辛苦了各位。祖辈没能盘活的地，总算能让它发挥用处。清河村该变个样子了。成了！小许组长，新建清河村的程序审批通过了。领导，太感谢您了！我代表清河村全体村民再次谢谢您。是你们自己争取来的，我也只是如实汇报。清河村的发展上边看到了，对这一次的规划修编很重视，程序审批几乎一路绿灯。您谦虚了，清河村的发展也有您一份功劳。哈哈哈，好，我就不打扰你了，镇上还有好多事儿要忙，你赶紧做建设规划吧。桃源乡建设项目启动，请选择建设地点。确认选择此地块作为桃源乡建设地点，选址成功，地块坐标已锁定，全新规划建造，友情价50亿，请宿主尽快完成资金支付。待资金支付到位，将即刻安排专属施工队进场施工。我信你个鬼！你这破系统对友情2个字的理解，怕不是有什么天大的误会哦。资金到账确认，专属施工工程队已派发，预计将在24小时内抵达项目所在地。神秘施工队还是一如既往的靠谱，好期待这桃源乡建成后的样子。这空气比任何城市的高端氧吧都舒坦。乡清河村建设成为桃源乡任务完成，奖励发放，寿命加50年。新任务发布，获得最强组长成就，任务奖励总寿命极限100年。最强组长怎么才能成为最强组长啊？系统你倒是给个提示啊！小易，你快出来看看，又出幺蛾子了。二叔，新家刚搬进来才第2天，能出什么幺蛾子？你跟我来就知道了。王婶子家门口围了一堆人。我都说了，这坛子不能扔，不能扔，你们谁再劝我跟谁急。妈，不是我要扔您的宝贝，是这坛子它跟这新家也太不搭了。您看咱们院子多漂亮，您非把这破坛子供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这不是……阿勇啊，你就别犟了，我家那口子更离谱，非要把磨盘搬进厨房，说是有感情。可不是嘛，我家那位老爷子死活不肯用智能马桶，说那玩意儿吓人。我寻思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怎么回事？小易，你来评评理，这坛子是我太奶奶传下来的，当年逃荒全靠她装咸菜养活了一家人。我知道新家什么都好，啥都是新的，可我太奶奶的东西不能扔啊，扔了我就没根儿了。谁说要扔了？这坛子不但不能扔，还得给他找个好位置。阿勇，你妈说的对，新家再好，不能忘了本。大家伙都听着，我知道咱们搬了新家，什么东西都是顶好的，但老一辈传下来的物件，只要你们觉得有意义、有念想，就大大方方摆出来。咱们的新家容得下高科技，也容得下老物件。小易，你这话当真？回头我还让村里统一给大伙配一批仿古木架，谁家有传家物件，擦干净了摆上去，堂屋里一放，就是咱清河村的传家宝展览馆。好，这个主意好啊！我能把太爷爷传下来的老算盘，终于能光明正大摆出来了。那我回去就把婆婆留下的老绣片挂上，还别说，跟新家这木头墙还真是配。妈，那咱把这坛子擦干净，我去找许叔领个架子。这小子还真有2下子。你那个传家宝展览馆的点子还真是神来之笔，大伙儿估计不光不闹了，还会互相攀比，
谁的物艺年头更久？新旧融合才是真正的家。许组长，幸不辱命，初步规划方案我们加班加点赶出来了。各位辛苦了，里面请。我们根据上次勘测的数据，结合你提出的世代安居的整体构想，做了3期规划。第1期就是你们已经完成的搬迁安置区，第2期是配套的公共设施和产业园区，包括村办企业厂房、手工艺传承基地和绿色食品加工中心。第3期是这里文化教育区，我们预留了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的用地，还有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和一座小型村史博物馆。学校和文化活动中心我没意见，但我有2个想法。你说，第一，村史博物馆的位置，我想改到老村那边。老祠堂虽然把牌位都请过来了，但建筑本身还在，我想把它修旧如旧，改造成清河村村史馆，让后辈们知道咱们是从哪里来的。好主意，老建筑保留下来做村史馆，比在新村重建更有意义。第2个想法呢？产业园区的规模能不能再扩大1倍？1倍？这个规模已经是我们根据清河村人口和周边辐射能力计算的较优方案了。再扩大，将来可能会出现闲置。不是为现在考虑，是为10年后、20年后考虑。我要让清河村不只是一个住得舒服的地方，还要让年轻人愿意回来，让外面的人愿意进来。将来的清河村要产业兴旺，人才回流，所以园区得提前把空间留出来。许组长，你想的比我们远。行，我回去修改方案，产园区扩1倍，配套的基础设施我们一并调整。二叔，您来的正好，我正想找您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规划不是刚走吗？还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儿？不是火烧眉毛，是热闹的事儿。咱们搬到这新家，房子住上了，祭祖也办了，流水席也吃了，可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缺什么？啥都不缺啊。新房子、新马路，连鱼都比别村的肥，还有啥缺的？缺一场真正属于咱们村自己的大热闹。我想趁着今年春节，在这新广场上办一场清河村有史以来的第1届春节联欢晚会。啥？春晚？春集的？小易，你脑子没烧糊涂吧？我好得很，哪像糊涂的样子？那你就是说梦话。办晚会要请人搭台，全是钱，省下来干正事不好吗？晚会想完就没，有必要吗？二叔，消消气，你说的都对。以前您是村里财神爷，精打细算才撑到今天。可你摸着良心说，咱们清河村现在还缺钱吗？咱们穷怕了，爱省钱没错，但咱们现在不缺钱，那钱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的数字。那办晚会到底图啥？图高兴，图念想，图咱们清河村的牌面。老人苦1辈子，年轻人在外抬不起头，我要让大家过最体面的肥年，走到哪腰杆都直。这份体面不比数字更值吗？好，干了！咱们清河村家大业大，还怕办不起一台晚会？晚会办什么规格？请哪些人？你有章程吗？规格越高越好，舞台、灯光、音响全按顶配来。好，那你认识大明星吗？定好请谁了？明天一早，村口广场立白板，让大家自己写。熊大、熊二、奥特曼，有点难度，请不来。歌坛常青树、影视活化石、天王天后、摇滚教父、喜剧大师齐聚，这阵容办卫视跨年都够了。徐老弟，又有好事儿。赵总，确实有件喜事想请你帮忙。喜事好啊，尽管说。村里要办春晚，请明星撑场，钱不是问题，想请你牵线搭桥。办晚会请明星，小事儿，包我身上，安排几个熟脸过来热闹。谢了，赵哥，我把拟定名单发你，你先过目。发来，我帮你参谋。赵总，怎么了？徐老弟，你管这叫请几个明星热闹热闹？名单有问题。问题大了！歌坛常青树、影视活化石、3大天王、2大天后、半退摇滚教父、高龄喜剧大师，你这是办晚会还是办盛典？赵哥，难办才找你。清河村什么时候按常理出过牌？别当普通商演，去别的晚会室上班，来清河村是镀金。镀金？怎么镀金法？全国哪个村敢用1000万牛肉办流水席？哪个村敢兑现金分红？咱们是明星村，来这登台是话题，是热度，是亲民口碑。我靠，
徐老弟，你他娘的真是个大忽悠！天方夜谭被你说成镀金之旅，绝了！这事儿我办了。多谢赵哥，等你好消息。我现在就打电话，过年档期紧，手快有，手慢无，先挂。我靠，好久没这么疯了。赵总，稀客，是不是小明星得罪您了？我立马让他赔罪。别贫，有个名利双收、冲顶级正面热搜的机会，你要不要？赵总，您别逗我从不开玩笑。我兄弟在清河村当组长，村里要办春晚，还准备麻袋状现金给村民发分红。清河村那个垄断顶级食材、富豪圈都抢着合作的村子，没错。想请你家艺人去表演，和乡亲们热闹热闹。去村里演出，会不会影响艺人高端形象？你格局小了。卫视晚会年年有，观众早看腻了。清河村是全网最神秘的神豪村，台下是领巨额分红的村民，吃的是千金难买的清河牛羊肉。艺人登台是亲民，是格局，是自带顶流话题。新闻标题我都想好了：天后降神豪村春晚，天王现身清河分红现场，这热度花钱都买不来。赵总，您这思路太绝了，机会给你了，抓不抓？抓！我马上安排。大腕我亲自沟通。陈导，我是老赵，有件天大的好事儿跟你说。徐老弟，办妥了，全他娘的都给你办妥了。我说赵老板，你慢点说，别一口气没上来。听你这动静，我还以为你把荆州的交易所给买下来了。交易所算个屁，那玩意儿哪有你这事儿刺激？你给我的那份名单，我挨个把话递到了，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一个个都狮子大开口，准备把我当冤大头仔了？没事，赵总，钱能解决的问题，对咱们清河村来说，那都不叫事儿。钱？徐老弟，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他们不要钱，一个都不要。对，不光不要钱，除了2、3个实在推不开国际行程的，你那名单上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那是拼了命的也要来参加。他们肯定有别的条件，你直接说，我听着。条件确实有，这帮孙子一听说你准备办流水席，那态度唰一下就全变了。问题就出在这儿，这帮明星的鼻子比狗都灵。能成为品尝清河流水席的人，这履历，这谈资，够他们在圈子里吹一整年的牛逼了。我当是什么天大的事？不就是一些牛羊肉和蔬菜吗？这也算条件？麻烦赵总帮我转告他们，凡是过来捧场的，有一个算一个。我许意记下这个人情。年会结束，每人一份清河村年度至尊大礼包，清河牛肉、清河猪肉、清河羊肉，还有最新一批的清河蔬菜，都让他们带回去当年货。我靠，徐老弟，你这是要让他们把你当活菩萨供起来呀？行，我这就去回话，保证办得明明白白。一哥，什么事儿？从账上，你给我先划拨10个亿出来，计划用作今年的年终分红。10个亿？我的那部分，你按股份比例算好，到时候直接打我卡里。至于村里人的全部，给我换成现金。全部现金？一哥，你没开玩笑吧？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5亿现金分到各户，基本每家保底都能过100万，尽量凑个吉利的整万数，只许多不许少，差额部分从我个人分红中补上。这么大额的现金，银行那边……所以才提前告诉你，让你去对接，跟银行打好招呼，让他们提前准备，有困难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上报，这是咱们村的合法收入，他们有义务配合。最后一点，从现在开始到分红那天为止，这件事除了你我，天知地知，严格保密。我要给全村人一个真正的能把他们吓傻的惊喜。我明白了，一哥。我许毅当初说过，要带大家伙挣大钱过好日子，我说到就一定会做到。根据今年的公司盈利及后续发展需要，经过核算，我宣布咱们清河村今年的年终分红总额是10个亿，就在这里，现场发到每一户乡亲的手里。疯子，小子真是个疯子！分红10个亿，现场发钱，我没有听错吧？开箱！是真的，真的是钱！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啊！快看，箱子上面有名字，有我家老头子的名字。乡亲们，别着急，别急，每家每户的户主或者派个家里的代表排好队，一个个上来，到小杨那里领取你们自家的年终分红。咱们村这现金分红是第一次，不过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
不然明年要再来这么多现金，咱们县银行的行长非得提着刀来村里砍我不可。好了，我就不耽误大家发财了，我先下去了。我活了70多年，做梦都没想到能有今天啊！各位亲爱的村民朋友们，各位直播间前的观众朋友们，清河村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现在正式开始。唐嫣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徐烨，你不应该给我解释解释吗？你个大骗子！你不是癌症吗？你不是只剩3个月了吗？这都多久了？区区病魔早就被老天爷收走了，我现在身体好得很，最少活100岁。你混蛋，害我白流了那么多眼泪，你得赔我。赔？我用1辈子赔你。明天大年初1，你先陪我给父母拜年吧。爸妈，三叔公，过年好！我有个事情要跟你们说，我和唐燕准备结婚了。你小子藏得够深啊，终于要成家了，爸也就放心了。嫣儿，可算盼到这一天了。这玉镯是我当年嫁过来时戴的，现在传给你，保佑你平平安安，和阿姨好好过日子。谢谢阿姨，我会的。好啊，郎才女貌，天作之合，真是双喜临门。我也有个事情要宣布，我跟几位族老商量过了，我们决定重修族谱，我们一致决定为许毅族谱单开一页。三叔，这份荣耀是不是太重了？小易他还年轻，我怕他担不起。是啊，这可是跟祖宗平起平坐的待遇，这事儿会不会不符合规矩？规矩是人定的。我问你们，几十年前村里穷得揭不开锅，姑娘们削尖了脑子往外嫁，小伙子棍打到30岁，那时候的规矩是什么？是认命。我再问你们，10几年前，村子被外面的世界远远抛下，年轻人留不住，老年人坐在村口等死，那时候的规矩又是什么？是认栽。现在小易回来了，他让咱们清河村的名字响彻全国，让咱们每个人走出去腰杆都挺得比电线杆子还直。他把咱们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把咱们丢了几十年的脸面一张一张全都挣了回来。他打破了认命的规矩，撕碎了认栽的规矩，你们现在反倒要用老规矩来框住他。我告诉你们，他许毅就是咱们清河村，咱们许家现在最大的规矩。三叔公，小易，你坐下。这个决定不是商量，也不是请求，是通知，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代表许家的列祖列宗给你的肯定。好，卫东，在通知明天一大早召开全村大会，我准备把这个决定告诉全村每一个人，到时候再择良辰吉日开祠堂祭祖。我们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重修族谱，
为我许氏麒麟儿许毅证明。咱们清河村立村几百年，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风光过。这份风光是谁带来的？是许毅组长。村子能有今天，许毅居功至伟。他不仅放弃了优渥的大城市生活，回到清河村，还用科技带领全村发财致富。国家给了肯定，咱们村，咱们许家自己更要给一个交代。所以，经村委会及许氏族老一致商议决定，接下来重修族谱，为我村现任族长许毅族谱单开一页，7天后举行仪式。都动起来，手脚麻利点，咱都给我轻点。谁要是碰坏了老祖宗的东西，我扒了他的皮。长没长眼睛？今天是什么日子？这点事都办不好。二叔，今天这范儿比领导视察还足啊！去，没看我正跟老祖宗汇报工作呢，这叫虔诚，懂吗？列祖列宗在上，我许氏一族扎根清河村数百载，历经风雨，不坠门楣。今有第21代孙许毅，以超前之卓识，率全村革故鼎新，名扬全国。其功足以告慰先祖，其德足以光耀后世。今日合族公议，重修族谱，为其单开一页，以彰其功，以利后人。望列祖列宗在天有灵，佑我许氏千秋万代，繁荣昌盛。小姨，你爷爷他要是能亲眼看到……老许同志，爷爷他看着呢。开笔，书我许氏麒麟之名。许毅生于乙巳年归乡，以超前之卓识，建生态农场，产奇珍蔬果，声名鹊起。同年，起智能养殖场，革养殖之弊，技惊天下，终获国家之垂青，立全国示范点之殊荣，光耀门楣，印及子孙。请列祖列宗见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开心喽！恭喜你，许毅，你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农业可安天下，科技方能强国。我准备进军核心科技领域，从芯片到操作系统，从精密制造到航空航天，全面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我们要让中华科技崛起于世界之巅。你愿意和我一起吗？